若连同这个下晡发布的这例咧，台湾目前有50例确诊的病例，其中有23例拢是去国外回转来的。感染科的医师讲，台湾的防疫袂当有破空，所以机场的体检应该都爱升级。只要是为国外入来台湾有发烧、呼吸道症状者，拢爱做体检。若自主健康管理的人，嘛应该比照着居家检疫，袂使拍拍走。由世界新冠病毒比大家早一步完成啊！病毒毋但行过亚洲，即马佫打遍欧美，连台湾目前49例确诊个案，都有23例是境外移入，占要一半。除了中港澳以外，嘛为附近的国家日本境外移入。最近嘛出现菲律宾中东地区、甲欧洲地区的荷兰、英国、意大利。第49号案例，这个佫去过爱尔兰、比利时、甲土耳其。疾管署前署长张丰毅认讲，机场的检疫爱提关到，若是为国外转来台湾有发烧的人，都爱体检。你认为南美洲就会幸免吗？我认为不可能。这么多人际接触交流的地方，它会幸免于冠状病毒。所以我认为很快再来就是南美洲这些地方，还有些国家它不做检测。就算机场的体检有过关，入要到台湾做自主的健康管理强度嘛要增加，袂使像即马干那呼吁讲出门爱挂嘴安尔，自主的管理袂使伤过自闭。就不要随便去做人际的接触。那不是只是有症状而已，因为有些人的症状很轻微，他可能就产生了散播。自主健康管理无像居家检疫，也是隔离有法可管。无听话会使甲动发，若是无细致有人钓入要到社区，再过来补破网，恐惊就袂负案。